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並主嘅話，留主嘅愛充滿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哥林多前書13章13節，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，這三樣，其中最大的是愛。小故事就講，有一對夫婦去到孤兒院，希望收養一隻細蚊仔。在佢哋去見一隻男細路哥嘅時候，佢哋就對佢講，要俾佢好多嘅東西。但係呢隻細路哥就講，如果佢哋所俾我嘅係大多數細蚊仔都要嘅好嘅家庭啊、衫啊、教嘅東西啊，還有撇雜嘅東西之外，就再冇撇嘅，樣我不如還係留在我當好啲啊！夫人就好驚訝嘅問佢，樣你還想愛乜嘅撇嘅東西呢？細路哥講，我單單愛有人愛我。我細路哥內心深切嘅思慕，老渴望嘅，淨係有愛，才能夠滿足嘅。我哋一齊嚟默想，我哋世界上所缺少嘅，咩牛奶、麵包，乃係愛，而愛係從神來嘅，用神嘅愛火點燭我哋，使我哋成為一隻滿有愛心嘅人。我哋一齊來禱告，我哋天上嘅父神，你嘅愛開發天高，何等嘅偉大，賜俾我哋新嘅生命。主啊，我哋可以擁有世界上嘅財物和寶貝，但係唯有你嘅愛能夠滿足我哋嘅心，也唯有愛能夠超超我哋，因出你嘅愛。我哋也愛人，好像愛自家一樣，因為愛能夠使到我哋彼此包容、接納，並且得出你嘅喜悅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